从此后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初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新闻开始，咱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伫过去10天增加60例。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暗带各大部会首长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巡视，伊表示年底迎接新年活动不假济，举办各种大型活动，嘛爱做好防疫措施，袂使放零。 看跨年的活动都是以万做单位，要好几万、十几万，要办大的跨年的活动，全世界没有这样的，所以我很谢谢指挥中心，我们12月1号开始的秋冬专案，要求全国大家一定要加紧来防疫，这一点我请各部位务必要做到。 苏贞昌表示，咱疫情指挥中心对今年的1月20开到今，已经成立300多天，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有6700万例，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50万人。真侪国家也在封锁，因为咱台湾有政府甲人民做伙拍拼，才有才调控制疫情，所以爱真感谢防疫团队。嘛提醒讲，刷落来迎接新的一年，有一寡大型活动，大家袂使放零，爱做好防疫措施。另外，伊嘛要求劳动部、交通部、移民署对境外入境的民众爱做好加强规范。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2例对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一个是印尼的移工，一个是对中国返来的台商。这个台商是返来到台湾12天了后才破病，到底是咧倒位画到的？是咧中国，也是咧咱台湾？即马当在调查。 国内国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确诊个案，一个是印尼籍，一个是本国籍。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第718例这20万岁女性移工伫11月23来台湾工作，有登记前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入境到即马无症状，12月初7检疫期满进行采检确诊。 第719例是本国籍50多岁男性，9月中到中国浙江处理公司，11月22登台湾入境时无症状，同款有登记前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12月初4出现会寒甲发烧症状，初5由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采检，初8确诊，这是台湾自2月以来佫出现中国大陆的境外移入。11月22号晚上。 上海浦东机场，他们连夜裁减了16000例左右，所以是不是跟上海浦东机场有关，还是跟浙江这边的有关系？那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资料送给陆方，让由他们去调查。 指挥中心表示，这浙江台商入境了后第12天才出现症状，实验测试采分析是阳性，而且CT答确基，血清抗体是阴性，检判应该是在发病不偌久，可能也伫境外感染的潜伏期之内，不过也可能是伫台湾感染，会针对个案做病毒培养调查感染源。台湾的我们的旅馆都是1人1室也都不会接触到其他人，那这当然在台湾感染几率就会比较低啦。 那我们也会针对这个个案，然后做培养，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病毒，他们的病毒株的一个序列就可以比较清楚。另外，英国抢先全球开始做新冠疫苗，也互各界关心。台湾疫苗进度，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国内疫苗是透过 COVAX 甲国际大厂直接联系买，甲国内疫苗抢先管道，不过可能下年中以后才有较大的进展。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继续受东北季风甲南边云系影响，各地拢较凉，雨水嘛较高。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日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尤其是台北、新北、基隆甲宜兰，雨会较粗，雨水较高。中南部的水库嘛总算有机会会落淡薄仔雨。伫温度的方面，今仔日低温是17度到21度，日是北部、东北部、东部高温大约是21度到23度，其他所在高温是24度到26度。若这波水气敢若影响到明仔了后，伫中南部就会恢复侪云到好天，也毋过伫北部、东北部甲东部会继续落雨，尤其是基隆北海岸、东北部甲大台北山区，同款会上大雨，也是大水雨。 北部因为雨水较高，无欠水，毋过中南部的水库拢无雨水，甚至有几个水库水位已经达到2015年可还水位大窟窟。台北、新北、基隆最近真正发布大雨特报，北
北部的水库水是有增加，不过中南部的水情煞也是咧淡水咧。根据水利署的统计，中央中南部5个主要的水库欠水量已经比顶一届5年前大旱的时阵水还佫较少。首当其冲的反而是我们就桃竹苗以南这些地区。那这些区域在过时期原本的这个降雨就比较少，那因此产生了这个干旱的问题。今年头一届创下56年来规年无风台的状况，加上寒天，下港无像北部雨就较济，予中部地区10月份开始就出现欠水的危机，包括明德、德基、乌山头、甲闸门等等的水库，甲北部的石门、翡翠、甲宝二水库来比，跳水量相对是较低。也若5年前的状况拄好颠倒变，因为迄年春天落雨的情形无正常，造成北部欠水。不过目前中南部主要水库的水位，也阁比顶摆大旱的时阵水位也阁较低。新竹、苗栗以及桃园地区的2期稻作已经休耕，而台南跟嘉义地区，明年的1期稻作也已经宣布休耕。没有持续降雨的话，河川流量将会下降，所以未来各关区能将试水型进行轮灌作业。水利署预估，大概等到明年5月份至6月份的蒙江雨季开始了后，才会有较明显的改善。目前包括新竹、苗栗，还有桃园、万东潮已经休耕，也若台南嘉义，明年早东潮嘛已经休耕。龙田水利署高雄管理处表示，高雄会看情形，实施轮流引产，以明年早东潮会当继续引产为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在家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中央科化应变中心今仔日要开会，讨论明年早东潮啊休耕的范围，看敢有要扩大。若即阵明德水库的蓄水量只剩16.5%，欠水欠甲真严重。所以伫标的的明德水库和中港溪这区，要挖2900公顷的早东潮啊，停止放水引产的机会真悬。来看联合报。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伫立法院，和国民党的立委江启臣问到讲，苏贞昌家己认为讲引起民怨上界不满的3项代志是虾米代志？苏贞昌表示，美国猪肉、牛肉开放进口，还有内阁官员甲伊个人讲话行为无做好，这部分拢爱检讨。来看中国时报。中央银行提出4大管制房市的措施了后，行政院会明仔载可能会进一步通过实价登录2.0的修法，还有所得基本税额条例修正案，来防止有个人用个人的名义来查处价，用公司的名义逃走税。来关心中国银行宣布要调整买新厝甲买土地贷款的趴数，要来限制投资者牙关处价。有学者就表示讲，这款做法确实有路用，不过市场是烦恼讲，若是安尼生，中小型的建商恐怕会受到影响。在顶礼拜，行政议会通过健全房地产市场方案了后，央行搁扫不动产的信用管制措施，主要是针对投资族群甲建商，而且拄七八开始。学者表示，央行确实拢有拍到要点，不过力头也搁算真轻。不管是第三户的自然人或者公司法人，全部宽限期没有。那这样的话，就是把水龙头投资的水龙头关掉了嘛？对于业者这一部分贷款的这个额度减少了。那这些建商卖不掉的房子，它就可能降价的情形啊。央行的作为其实是跟囤房税效果是来弥补它囤房税的这个不当的效果。央行这届头一摆针对公司法人主体贷款限制贷款成数，第一户限贷6成，第二户以上5成，而且拢无宽限期。若是自然人，第三户以上，包括第三户限贷6成，嘛无宽限期。若是买关键主体贷款维持6成，另外买地贷款上悬6成5，毋过爱保留1成的动工款。而且爱附具体起的价格，若是依厝贷款，嘛是头一届6日起限贷上济5成。市场是认为讲，央行这波打击查房，会去影响到投资客甲中小型的建商。主要是针对投资客，还有豪宅性的产品啊，所以对市场的冲击性应该算相对有限。但是短期的震荡是难免的，因为对市场信心的冲击会远大于实质的冲击。对房地产下了这么大的重手，这是引爆一颗原子炸弹啊！对于中小型的建商，它的现金流将会受到冲击，因为原来他准备2成左右的自备款，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就必须要准备到将近5成左右的自备款。市场认为讲，央行这波打击查房，确实会当互房市小可变冷，短期以来互买方呈现观察的态度。不过在市场资金真济找无疏解的管道之下，中长期来讲，资金行情也是对房地产有利。
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也在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800万例，死亡人数有15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卫星增加2例，目前咱台湾计共718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7000例，日本是超过166000例。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500万例，印度超过970万例，巴西是超过660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71万例，法国超过236万例，伫英国是超过175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第2严重的印度确定病例已经超过970万例，死亡人数有14万人。目前印度嘛开始要注意防射。另外，伫印度的南部，即马有出现一款不明原因的疾病，短短1礼拜已经超过500人住院，也有1个人死亡。到底是虾米款怪病？甲大家啥无踪？印度官员特别宣布，在最近几个礼拜内会核准新冠病毒疫苗的紧急授权申请，初期计划会有3亿人来做。目前有3间疫苗已经伫咧走流程，这3间药厂分别是已经得到许可生产的阿斯特捷利康疫苗的印度辉清研究所、辉瑞 BNT， 还有印度药厂巴拉特生物科技。Every single Indian who needs to be vaccinated will be vaccinated. दूसरी अनुशंसा उनकी है कि हेल्थ केयर वर्कर्स होने चाहिए. इसमें सरकारी क्षेत्र के और निजी क्षेत्र के अस्पतालों में और हेल्थ केयर फैसिलिटीज में जो वर्कर्स हैं。印度的人口要到14亿，注射计划嘛是一个大工程。官员表示，优先做的对象分别有1000万的医疗工作人员、2000万的前线工作人员，譬如军人，也是警察，还有2.7亿50岁以上，也是有疾病危险族群。另外，伫南部安德拉省还有路顶的不明疾病，增加真济卫生官员到达也是沙部长。హాస్పిటల్లో బయాలజికల్ శాంపిల్స్ మొత్తం కలెక్ట్ చేసుకున్నాం, బ్లడ్, యూరిన్ అన్ని. ఈరోజు ఫుడ్ శాంపిల్స్, దాంట్లో అన్ని ఏమేమి వాడుతున్నారో ఇంట్లో రైస్, దాల్, ఆయిల్, మిల్క్, వాటర్ అన్ని శాంపిల్స్ కలెక్ట్ చేస్తున్నాం. ఇప్పుడు మనకి ఏ ద్వారా వస్తుందని ఇప్పుడైతే మనకి తెలియదు కదా, అందుకే ఇక్కడ ల్యాబ్కి తీసుకెళ్ళి这个不明的疾病嘛，造成前后超过500人住院。政府发言人那将朱娜表示，已经有真侪人恢复回去处理。目前有专家去当地提供无同的理论，而且进行检验。啊，毋过互人想不通的是，这寡患者之间若像拢无共同的关联，嘛拢无住伫同一个地区。年会范围嘛较宽，有70个人是囡仔，啊，毋过老大人较少。无论是新冠病毒、天狗热、急性传染病、曲江病毒，还是单纯的疱疹病毒等等的体检，全部拢是阴性。这个不明的疾病是伫咧采购发现，患者会有头壳戆、冰白、想要吐、头壳痛，啊，佮有哪像忧郁的症状。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镜头来西班牙巴塞隆纳的动物园有4只狮仔去喂着新型冠状病毒，体检出来拢是阳性。动物园是发出声明，讲动物园内底有3只狮母、1只狮公，伫顶个月出现感冒的症头，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体检了后拢是阳性。动物园内底嘛有2个工作人员有确诊，目前正咧调查到底是谁喂互谁。目前有4只狮仔这4只狮仔经过治疗，嘛豆豆恢复健康啊。伫今年4月份，美国的纽约市某动物园有狮甲虎互验出阳性，啊，毋过即阵都已经治疗好势。镜头来英国，英国是全世界上届大生注预防射国家，做的是辉瑞药厂的预防射。英国是希望讲注射了后，未来英国会当豆豆恢复正常的生活。啊，若全英国头一个注射的是一个90岁的老阿嬷。伊注射了后是对我表示讲，唔免惊副作用，伊拢注射，大家拢会使。90岁的基南阿嬷，拜日早起就伫咧英格兰中部科芬特里市的大学病院来注新冠疫苗。加做英国嘛是全世界头一个注辉瑞疫苗的民众。基南阿嬷后礼拜就要满91岁，伊讲疫苗就是伊提早收到，而且是上好的生日礼物。伊希望所有来会当甲厝内的人欢喜迎接新年的假期，结束今年大部分拢是家己度过的日子。啊，若是对疫苗有疑虑的人，伊认为讲 I say go for it. Go for it because it's free and it's the best thing that's ever happened at the moment. So please go for it. That's what I say, you know. If I can do it, well,
So can you? 英国顶礼拜优先批准使用美国辉瑞药厂甲德国BioNTech联手研发的新冠疫苗。头一批80万剂拜二开始做，优先对象是80岁以上的老大人，也佮养老院员工甲前线医护人员。指南针好运正做第一个注射的对象，嘛是人类对抗疫情下出重要的路程碑。英国卫生大使是真欢喜的表示，已经看到磅空尾段的光。And just watching Margaret there, it seems so simple having a jab in your arm, but that will protect Margaret and it'll protect the people around her. If we manage to do that for everybody who's vulnerable to this disease, then we can move on and we can return to normal. And 英国是欧洲国家当中致病死亡人数上济国家，已经有61000多人确诊了后转来死去。英国首相强生希望注疫苗会当改变目前受到疫情冲击的局面。People are having the vaccin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t will gradually make a huge difference. But I stress gradually because we're not there yet. We haven't defeated this virus yet. 若是既然注第一剂疫苗了后，必须在第21天了后来注第二剂疫苗，会伫咧完成注射的7天了后产生功效。虽望辉瑞疫苗好讲，效力会当达到95%，也毋过目前也无清楚讲会当挡偌久。英国第一阶段计划要替2000万人来注，强生嘛呼吁民众必须爱有耐心，伫咧亚等这期间也是爱保持社交距离，避免致病人数增加。国际新闻张惠敏编译。来关心选调美国总统的拜登是对外表示讲，伊10日会公布国防部长的人选。外界是咧叫讲，应该是进前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奥斯汀。若准真正是伊就是美国有史以来头一个非洲的乌皮肤的国防部长。美国总统就职日期就要到啊，总统当选人拜登还未公布内阁名单，引起各界关心。Who are you announcing first, Defense or Attorney General? 拜登表示，上紧11公布国防部长，外界拢有3人会出线，其中替5将领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奥斯汀呼声上悬。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making progress. 67岁洛伊德·奥斯汀，伫西点军校毕业，伫陆军服役41年，捌伫前线参加美国反恐战争，带兵出征伊拉克、阿富汗甲叙利亚，战功来自中东战场，伫军中互人的印象是非常沉稳。早伫2011年，奥斯汀就甲当时的副总统拜登会面。过去大部分由文官做国防部长，有军系背景的奥斯汀有机会拍传统，成做美国史上第一位非裔国防部长。目前拜登对中国政策抑阁互人有袂清楚。奥斯汀若是正式做国防部长，也互人真好奇，会如何面对中国的威胁。These ballots pouring in from everywhere, using machinery that nobody knows ownership, nobody knows anything about. They have glitches, as they call them, glitches. 还未成真败选，川普团队赶紧要伫个各州展开诉讼案，因为11月7日这一天所有选举程序都要结束，将互各州伫14进前选出选举人团。若是州政府认定选举作弊，选举人票会失效。另外，目前正咧进行法律诉讼的6州，占总选举人票数79张。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今年100月600年颁奖典礼受疫情影响简单化，改做由瑞典驻各国的大使去得奖人引导颁奖予得奖人。虽望无请仰的典礼，也毋过即阵身体健康上要紧。Emmanuel Charpentier. As announced already in October,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decided to award you the 2020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method for genome editing. 这个所在是德国柏林，也是法国生物学家夏庞蒂伊的目前大所在。伊甲美国生物学家珍妮佛·道纳共同得到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往年的颁奖典礼甲参会拢是伫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盛大举行，包括着瑞典一家各国的红色人员、政府高层一家学术界领袖拢聚集做伙。但是今年这种的盛会完全消失，为了防止疫情拖开，该由瑞典驻各国大使代表政府前往得奖者大的所在，点点啊将奖牌、证书甲奖金颁发予得主。
虽然讲无真大场的颁奖典礼，斯德哥尔摩也无真赢，因为当地纬度差不多北纬59度，离北极无真远。12月的暗暝达到18点钟，当时因为疫情，民众的生活情绪大受影响。The Nobel Award is something that we're looking forward for, and I think that this year it's especially need of joy.Light。随上往年诺贝尔颁奖典礼期间，艺术家原来伫斯德哥尔摩进行类似的展览活动，互民众面对下晡3点日头就落山，隔天早起9点才天光这么长的暗暝，原来会当有光明的艺术来鼓励人心。广西新闻齐家人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今日召开伊的卫生团队，嘛暗算讲要伫伊就职100天内，互1亿个美国人注意风险，嘛呼吁各国通过更较侪对抗疫情的经费来控制这个疫情。互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提名做白宫安全顾问的苏利文，透过推特声援香港，对香港反民主派人士红掠去关表达关心。这嘛是会使算讲是明年正月要上任的拜登的国安团队头一摆公开对香港的代志发声。来看第16届法国手机影片展览，昨昏宣布得奖的名单。咱台湾的大雅族的影像工作者夏雅茹，伊的作品甲101个国家1100多支影片当中，互选出来，互伊摕到最佳女演员奖。镜头转来关心中天新闻台换照报过，引起众人的讨论。讨论讲这标准到底是啥？昨有一场座谈会，有学者就建议讲，除了换执照的审查 ，NCC 嘛应该有其他行政处分来达成监理的目的。另外，编导是爱安怎安排？除了有契约的问题，嘛建议讲爱尊重业者的财产权，和市场家己去做决定。NCC 无通过中天新闻台换照案了后，中天申请加处分去法院驳回，中天依法提起控告。52编导伫12月11可能变作空屏，引起换照标准的争论，也甲摆平机制的讨论。册备一场座谈会上对换照标准，学者认为讲 NCC 过去以付款做参考的资料之一，甲即届中天无要换照的决议，是毋是符合比例原则，真值得研究。也建议是毋是还有其他达到监理目的的做法。行政处分的做成，它是不是能够符合 NCC 作为主管机关对于电视频道的监理的目的？是应该要是维护产业的健全，也应该要保护台湾的乐听众的权益。另外，摆边端这个争论上，学者甲专家认为，这牵涉到2个阶段。除了系统台的频道变更需要经过 NCC 同意，订契约是系统台甲频道商双方协商完成。因为牵涉到财产法的层面，建议以市场机制决定。因为变更是要经过 NCC 许可，那可能而且这个频谱的排评权是属于所谓的。业者的权利，我会觉得这本来就是系统经营者他们的财产权以及他们的排评权，这个都已经是属于甚至于属于新闻自由。那因为 NCC 其实是在11月18号才做出不予换照，所以对所有的系统台而言，其实我们只有短短的大概加起来20几天，就要做完所有商业上面的决定。事实上，它其实是有程序上的困难。系统业者强调，频道的设定佫牵涉到收款费的分配细节。有一寡新闻台是单独签约，有一寡新闻台是甲所属的综合台做伙签约。伫摆频段方面，爱顾虑到真侪方面。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艋舺青山宫射箭活动，今年举办3天3暝，炮火放几暝，本扫规涂骹，引起民众无欢喜。台北市长郭文哲昨昏有专工去参加检讨会，提出方案要做检讨。那也造成我们市民朋友很大的这一个干扰。在这边，我要向市长、还有总统还有我们所有的市民百姓说声抱歉。台北市艋舺青山宫向民众回息礼，因为3天条件活动加放炮火引起民怨，1999市民专线接袂离，互民众抗议噪音、塞车、空污加粪扫。台北市长郭文哲车备临时到青山宫甲庙方召开检讨大会，决议炮火减量、噪音减少、活动时间控制等改善措施。这今年就是因为
红痰的这个痰的次数太多了嘛，所以它绕境时间就拖长了。这个我们看看以后要怎么做一个改进我们明年要怎么做，可以把明年会做得更好。白方强调，青山往届绕境模式未改变，也毋过大型研究改善4号为活动进行，只是这摆今次这检讨无开发也受关注。该罚的还是会看要罚的，只是说坦白讲那个鞭炮你看你要说是谁放的，除非有照相。我倒觉得这样预防比事后的处理重要的。讲它没有用，没有嘛，里长会向上反映啊。大姐是怎么了？我们摇过去很放开，我们是这附近的住户，觉得太吵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反映？现场有附近住户想要向国文提并前扣技术被阻止，有网络混战针对青山宫事件分析相关政治人物受影响的程度。当地立委林统组第一，技术则是国文提。其实我觉得这些都平常心啦，虽然这比较是地方政府的事情，但是我也跟他们说，这个只要是中央这边我们可以来处理配合的，那我们会努力来去协助。也有网友评测，林统组其实无住伫艋舺。林统组讲，家己目前住伫中正区，也毋过中正区艋舺拢是家己的选区会尽力兼顾。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北阳明山的擎天宫，伫12月份已经有8只水牛死亡，对今年甲打已经死16只。阳明山的国家公园管理处是表示讲，今年有影较无正常，嘛已经通报台北市的动保处，目前正咧找原因。天气寒国湿，过到2点半了后，去擎天宫迄卡岛散步的水牛，就会倒来管制区内底的牛寮。管理人员讲，这个牛日是出去找食的，暗时就会倒来休困。这里是不是比较没有风啊？对啊，这里应该是比较没有风的，这山底下，所以就是避寒这样子。避寒，避暑气的。伫个牛寮外口，一只较细只的水牛倒伫个绿光门仔内底，已经死亡。穿红雨衫的台北市动保处的人员4号为救防锁线，等学者来现场了后，协助进一步调查水牛死亡的原因。希望就是把尸体可以做妥善的包装起来之后，再做后续的处理，这样子。擎天宫差不多遗弃30只左右野生的水牛，不过今年死亡的水牛加真侪只，目前累计已经有16只水牛死亡。在这16头里面，我们的记录呈现，就是说有11头是属于小牛。或许有可能因为这样子，因为小牛的抵抗力比较差，那一进入冬天，那它的死亡率就可能会比较高。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根据记录显示，今年有12只牛仔囝出世，相对是较侪。学者初步研判，未死亡的牛，伊的喙、鼻、甲牛蹄相片来看，应该会当排除传染病。若敢是因为低温地区死亡，也该进一步查清楚。因为慢性的牛只，它可能就会消瘦啦，或者什么，可是看起来照片里面看起来都不是，所以我认为应该不是类似像传染病这样。动物如果冷死、冻死，动物的尸体的表现应该会有一些比较特定的那种姿势，但看起来这几只应该都不是。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水牛袂当咧寒，因为寒天的时阵，差不多一年有2只至5只的水牛因为温度的变化来死亡。不过今年死亡的数量向增加，才会通报。目前已经把其中1只牛仔囝的尸体送去台大动物病院解剖化验。台北市动保处嘛会把牛胃内底的物件送去家畜所检验，差不多要3礼拜的时间，等报告出来了后，才会当判断死亡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嘛是甲牛有关系新闻，这是伫花莲的水尾水水有一间牧场，互农民检举讲饲牛的垃圾水直接排入去圳沟内底，污染环境的卫生，甚至影响农作物。即马花莲的环保局已经要求业者爱改善。提出手机这2个月所收的鸦片，花莲水尾激增牧场附近的农民表示，自10月2日开始就发现牧场将饲牛的粪水直接排入牧草田，污水一直为其所在搬过灌溉水准，互原本清清的水色，为排放口开始到水尾拢是黄色粪便。排放那个废水有时候味道很浓，在那边耕作我都会受不了。再来就是它的那个废水可能没有经过处理，就直接排放到农田灌溉的用水。下游还有人要用到水，根本就没有办法使用这样。牧场表示，这污水拢是经过处理了后，才排放予牧草做灌溉肥料。只是这几天落雨，无注意到土壤含水伤侪，才会溢出来。以后会调整排放流量相关产品的扛棒也会补强。雨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会减少我的浇灌的频率，然后田埂间，然后再去做一个修缮，让我的这个废水做早扎早溢浇灌的时候，不要溢流出来。
环保局表示，因是废水经过处理，确实会当进行农业灌溉，无法度用水污染防治法开发。不过废水敢是会造成环境卫生问题，也是有相关环境卫生法会当稽查。目前是请他及时改善这样就，因为它是资源化的东西哦，它顶多如果真的有严重的污染，那是环境卫生。会用环境卫生来处理这样。叫招牧场占地10公顷，大约有900只年牛，是花莲中南区的大型托牧场。业者强调会加强改善，不过也希望政府会当赶紧伫水尾乡也设交去发电设备协助解决牛猪粪便的排放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欠水的关系，农委会要鼓励农民种杂粮，亲像种黄豆啊，用水量敢若是种稻啊的一半尔，所以新竹县就鼓励农民会当种黄豆啊，也是稻啊甲黄豆啊轮流种。自动采收机伫咧黄豆园内底无用，农民毋免阁像过去共款，需要用人工的方式来采收，若无采时间阁真了工，而且采收落来黄豆壳都已经掰好啊。农会讲万冬常常有欠水的问题，希望农民会当伫咧共同时期换来种黄豆。这样比较好，因为大豆比较水是那个水稻的一半了，那个水稻的话要很多水，现在缺水啊。对，种植的时间点比较干旱。那另外在收获的时候，大概11月左右，也是我们雨水相对来讲比较少的时间，所以种跟收都是在它比较适合的时间点，所以我们会建议在2期作为大豆主要的栽培期。过来贩卖黄豆等等的杂粮，目前有9成是为国外进口，国产黄豆敢若占0.2%。农粮署最近这几年伫咧扫大牛村计划，透过补贴鼓励农民甲稻仔田转做杂粮。总面积里有超过30公顷，农委会有一个那个大粮仓计划，有那个一甲地有补助5000块，那就30公顷就有15万的补助。透过专家伫咧现场解说，食饱的农民毋但知影讲要安怎种黄豆，嘛了解要安怎预防病虫害。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后壁有一寡饲鸡场一直拢有臭味的问题，最近各户业者想要起鸡条，引起当地民众不满，出来抗议。真饱为民众提标去到台南市府镇前，正来自后壁区新家里、甲东山区科里里的民众，当日被饲鸡场臭味困扰，规个后地咧，阁有新的准备要阁起，居民讲实在挡袂牢。阮这啦无动啦吼，后面要阁偌济来，唔知影啦。大家咧拢土深骨啊。咱会继续伊个地方，咱嘛要求这业者爱拿相关的各方的环保的措施来做好。市府讲，这类建议自治条例，不过对居民要求撤销无法度有答案。新的饲鸡场甲旧的计无到100公尺，当地讲已经饱受雨神甲臭味之苦，里面烦恼社区未来会被饲鸡场围掉咧，生活品质会全部害了了。合法的开空间，为什么讲来这条遮业者来遮去？政府因为伊这是农牧用地，就甲等因啊，拢无事先经过交里面的沟通的协调。四月伫花莲有民众反对起新的两鸡场，最后县府6月份决定撤照，中国月底将华丰安乡的新城村，共发了居民တင်情，反对起新的饲鸡场。现有的叫他改善，不管是在地或是外地要来我们这边新建新的都免谈啦。台湾各地拢传出反对新设饲鸡场，农委会表示，跳牧场超过一定规模，由地方政府确认。污染防治合格了后，发登记证，规模较细，虽然免登记证，不过爱符合环保法规。目前审核权责伫地方政府，已经由定出自治条例，加强辅导甲管理。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的社啊是有一间主管回收场，互民众投诉讲，毋但有噪音的问题，佮违法的拆冷气、拆冰箱，影响环保局投几啊届啊，毋过拢无改善。回收厂搬回收物的声音，互附近居民感觉高分贝，生活大受影响。佮加上家己拆回收的冰箱，不只有违法的疑虑，可能佮破坏环境，互部分居民身心受伤害，只好向台北市机关တင်情。我爸以前是可以正常睡眠，不用靠安眠药去睡觉，但是他现在要靠安眠药去睡觉，还要吃镇定剂，可是这样却对，就是我们的
那个环保局却一直没办法去让对方改善。镇江人真侪摆向环保局反映噪音，也个环境真垃圾，尤其拆电器是违法，因为依照规定，回收厂今年回收电器，亲像冰箱、冷气内底有冷媒，回收了后爱交由专业的处理厂，才袂互冷媒外泄。业者承认有这代志，对比到数感觉真无奈。确实是有啦，他是辅导我们说，在我们这个冰箱，他是问一下说这个流向怎么样。我是认为这个不合理的，因为不合时宜的。收集回来的这些废电子用品，它的流向去哪里，我们会查清楚啊。因为一般来讲，只能有处理厂才能去做这个拆解的动作啊。如果说它没有这个流向，那我们基本上呢，我们就会再处分它啊，按照更严格的方式，那我们会要求它啊。那如果现场一看到它有拆解，那当然不用讲，我们就从6万到30万之间在开罚。环保局正是今年4月都接到投诉，也伫12月到现场清查，会针对违法拆电器做了解，相关应罚30万。记者综合报道。新华消息，镜头来台中照顾幼囡仔规范是规定讲2岁到3岁袂使留伫托婴中心，啊，毋过公立的幼儿园台中敢若24个班。台中市的教育局是表示讲，因为师资甲设备无法度一概传较到，即马会赶紧来改善。在幼儿园，囡仔伫老师引导之下，拢算甲真欢喜。因拢是2岁到3岁囡仔，一比8的师生比，是因为因需要老师搁较侪耐心，也搁为因打造的设施环境，以台中市南部这间公立幼儿园的幼幼班只有16派就有机会，特别是去的家长只好将囡仔送去私立的。都是私立的。可是私立的会比较花钱。对，可是没有后援，所以不能送公立的。那可以收进来的孩子就是只有16位而已，所以大概就是等于只有16%，低于16%可以进得来的。幼托整合了后，受限台中市公民型托婴中心受托计划，2岁到3岁幼儿爱离开公立托婴中心。不过，全市公立幼儿园的幼幼班只有24班。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已经拍拼增班，不过师资甲设备无法度一摆到位。台中市社会局是伫个初备开托育管理委员会，透过修改相关行政法规，解决行期的难题。那110年到113学年度，我们会依据再增加32班，我们的这个公共化的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幼幼专班哈，就可以达到56班哈。托育服务管理委员会去通过相关的决议。然后呢，顺利的衔接，延长孩子的收托的年龄。台中市社会局指出，幼托整合出现2到3岁幼儿的空棚，教育甲社会2局拢设法解决，希望因伫公幼幼幼班数量无达到目标进程，应协助伤心的家长解决托育难题。记者综合报道。得到癌症咧做化疗的民众，有诶有得。伫鸡头毛的需求，癌症基金会有借鸡头毛的服务。对即马开始新开放，会当伫网络线顶借，伫网络登记加较利便。加刀加落去，长头毛一个啊剩只到肩胛头的长度，这几束头毛全部拢要管出来做公益。想帮助癌症病友，报纸上那个癌症患者的那些人，感觉就是想要帮他们。头发再长也可以啊，就是他们也不能长头发啊。长头毛家底同学拢无感觉可惜，因为这个头毛会当用来制作鸡头毛，提供给癌症朋友就来使用。想象自己没有头发，然后就是很难过。癌症病人在接受化疗期间，皮肤会比较敏感，头皮会敏感。这个医疗级的假发戴起来就是比较透气，不会让头皮不舒服。癌症基金会指出，伫第一线服务过程发现真侪癌症朋友拢有鸡头毛的需求。台北站自92年开始陆续提供鸡头毛租借服务，平均逐年有800至1000顶伫市面上流通。也毋过有真侪朋友因为交通体内顶问题无法度到现场，所以今年开始推出线顶租借服务，只要上网登记，就会当将医疗级的鸡头毛扎登记。30% 的人因为各种因素没有办法合乎他们的理想，能够租借到这个。目前有20几种款式，大概有超过100顶，可以让他们这个随自己的喜欢。
要做一顶医疗级的假头毛，需要超过30公分长的高级倍数的头毛，平均制作经费是3000块。若讲要伫市面上买，平均要1万以上。对朋友来讲，经济负担袂小，所以基金会也希望会当有更较侪人投入捐头毛甲捐款的行列，协助朋友会当自在生活，唔免烦恼外界伤济捐助。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最近外籍移工是新闻的焦点。目前咱台湾的移工已经超过70万人，不过咱台湾社会对因也是无够友善。10点，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网节目，带乡亲做伙来看咱台湾有一阵少年家是安怎拍拼，互台湾社会改变对移工的歹印象。缅甸的你好是明格拉巴，对不对？好，走吧。对着住伫台湾的缅甸华侨斗阵出国去，行访创新伫中和的缅甸街，这是灿烂时光东南亚主题册店，促进了解南洋文化的活动之一。这些炸各种蔬菜，你想得到的蔬菜都可以炸。像咱台湾人定定咧讲因遐外国人，不过这外国人是泛指美国啊、欧洲啊这的人。你若是看到为越南啊、泰国、印尼来的人，阮袂讲伊是外国人，阮会讲伊是外劳啊。一对媒体人翁仔某张正参廖文章，努力想要抓着移民工的副笔标签。5年前成立册店灿烂时光，以讲座、导览、甲书写推动多元文化。迄当阵移民工霸占着台北车头的大厅，一直登上新闻版面的时阵，灿烂时光选择礼拜日到台北车头摆这个册档。参移民工斗阵制作会，推广以母语创作讲故事。自开始差不多10几年前，我甲我的先生张震，阮伫《四方报》迄当阵做记者。这份报纸是为即寡东南亚移民工做的。阁有一群少年人组成非营利的组织，相信知识是改变移工一在世界流浪的关键能力。希望说让移工在台湾的生活可以更好，包含他们可以学习到更多有用的知识技能。那有一天他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也可以有更好的生活。这一阵台湾青年认为，移工唔那干那互看作是替代劳动力，因的梦想嘛，参每一个台湾人同款达到被重视。记者吕亚军、黄文良综合报道。推特公布今年热门的话题，其中 COVID-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甲这个标签的大部分有被活死疫调，是上侪人在讨论的话题。若人物的方面，上界受关心的世界人物是美国总统 Trump。若上界热门的文章，就是讲大部分红转上侪摆的，就是今年8月份漫威超级英雄电影搬欧白主角查维克·博斯曼过身的消息。新冠病毒伫全世界滚甲 #COVID-19 嘛，加做今年推特上称的相关主题票的铺文，累计要甲4亿条。包括英国首相强生前日嘛伫推特顶悬公布英国批准回水 COVID-19 的疫苗，领先全球的消息。若是铺文中第2节 #黑人的名嘛是名 Black Lives Matter， 是伫咧今年5月份美国非裔查某人弗洛伊德去互白人警察伫马军死去了后，是传遍全世界。推特表示，使用推特公开提倡政治变革，要求全球领导人负责任。另外，推特嘛统计，今年跟全球各地选举有关系推文超过7亿条，其中爱使用推特的美国总统川普是推文当中受到上侪关心的人。第2是伊的对手拜登。若是去用传达上侪个信息，是漫威超级英雄电影《欧巴》主角查维克·博曼斯过身的消息。伊的亲人伫8月份发出博斯曼因为结肠癌破病死去的推文，去用转达要210万摆，累计摕到750万的赞，嘛创史上上悬。前总统奥巴马伫 NBA 球星布莱恩1月份坐直升机小落来过身的消息了后，伫推特顶悬学了伊是球场顶悬的传奇人物，嘛得到390万的赞，市赞甲转达数量是第2名。若是推特顶悬讨论上侪音乐团体，就是南韩天团红端少年团 BTS。BTS 今年5届伫美国告示牌单曲排行榜摕到冠军，前日个团出入围格莱美奖，各种纪录嘛得到推特美奖真热烈的回响。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刹车是世界上上届古早送货技师，伫开发中的国家，即马也真普遍。
肯亚有一个发明家研发出一款会当自动充电、先开来的刹车，唔但会当用起来较便、较方便，嘛加较安全。刹车是全世界上普遍也是上俗的送货工具。在开发中国家，更加常常看到，在咧肯亚就真侪人用刹车甲饲料的物件载到各地，靠因的铁力讨赚。因伫咧奈罗比正开大街小巷来来回回，一个山边啊驶正紧的车，正开体力无几转就忝啊。Nachoka nayo kwa tu saa ingine barabara ni mbaya, mahali tunaingia ndani, saa ingine ni jamu. Tukienda mahali kama huko jamu tulichuka na kwa ni shida, lakini tunang'ang'ana tu, inabidi tunang'ang'ana. 肯亚的发明家古安台看一寡工作人遮尔忝，佮趁遮少，就决定要改善因的工作环境，可以用刹车时阵较舒适的。古安台就研发一种电动刹车，车顶有电池会当充电。用这种刹车唔免搁再出功力，用车顶的电池摩打刹起来是加正轻松。The advantage of the electric handcut over the manual conventional handcut is that one, it increases the productivity level of the users. Two, it is eco-friendly in that it does not pollute the environment. Three, it increases the income level for their users in terms of loading capacity and also in terms of productivity. 伫即马这种电动刹车也无大量生产，也过互一寡人生试用，反应拢袂歹。Kuamka kwa hii kazi na mganga saa 11 nakuja hivi mnareketi, tunachukua mgogo napanga mzigo mpaka saa 6. Kwa hiyo mkokoteni ya stima nikaipata naweza sikia vizuri sana kwa sababu inatumia nguvu sana. Kulinganisha mkokoteni hii ya saa hii na ile ya kitambo, ile ya saa hii inatumia nguvu kidogo na ile ya kitambo ilikuwa inatumia nguvu nyingi. Hii ingine imenisaidia sana kwa kuwa imeniletea pesa mingi kuliko ile ingine ya kitambo. 伊国讲，伊之前用传统的刹车载货，爱正出力正忝。怎么用这种电动刹车，免声出力也较无遐尼忝，工作效率较好，收入也得增加。就算伫咧高速公路操作也正方便。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咱全台湾拢会落雨，北部雨会较粗，中南部卖落淡薄仔雨。这波水气敢若影响到明仔载，了后伫中南部就会恢复侪云到好天，所以乡亲今仔日出门一定爱扎雨帽雨伞。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5度。外岛是14度到2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请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